续来看其他的新闻。发生伫这个月初三，一个退休的刑警因为违法领钱，到台北地检署来出庭。这个退休刑警的前女朋友是带人来要甲讨钱，讨800万，结果双方伫地检署的外口就拍起来了。警方赶到位来压制，想袂到当天的暗时10点外，双方开庭开煞。这个退休的员警又搁闹人来，双方是起相台。警方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采取行动，攻入去一间饭店，抓到主嫌等16个人。便衣刑警甲全副武装的警察做伙冲入这间伫台北市市民大道的一间饭店，当场压制真济涉案的嫌犯。这个案件爱为5月初3讲起，一个姓柯的退休刑警甲前女朋友合股投资，煞发生借卖纠纷。前女朋友才讲，伊要去到北检出庭，找朋友伫外口埋伏，双方就发生冲突。想不到暗时10点外，双方出来了后，前退休的刑警又搁找共党的埋伏伫地检署外口要报复。据说讲，伊的前女朋友的朋友身中3刀，因为伫地检署头前发生杀人的事件，这是属于重大治安事件。警方继续追查，伫昨将这主嫌甲其他嫌犯拢总甲抓起来，移送侦办。本次查缉采取断金源、一网打尽的策略，持多张搜索票同步至犯嫌平日聚集的据点搜索，共计查扣不法现金400余万元。警方抓到16个嫌犯，抄到现金400几万，其中姓黄的主嫌嘛伫宜兰民宿，和警方抓到。做过笔录了后，依照杀人未遂、烧拍伤害罪以及藏人犯等等罪嫌，移送地检署。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